老那天还比较嘛，到了不记得到他们不到了不记得点到这个不能当到，都知道到这了就这了不，天天他们不到了大庄怎能够？我能给我这么了跑家了老家家从家都得了北国招招。下了国界下树那边嘛。咖喱嘛，咖喱辣，都煮着都去找大嘛。带你老几个烤鸡的老那点咖比的带你老烤鸡的老那点咖比家嘛。到了肚子的到他们到肚子的点大的多么辛苦嘛。肚子大这了就这了不，你总能老。多大人给我过没人给人不过没人给都没见下都没见到嘛，总能没老这月老说从一亩得多数没了。你个大肚子没吃肚子个大嘛，对面老几个看起的老那点个比的对面老他记得老那点个比较嘛，到了肚子的多，到面肚到肚子的点个得多么辛苦嘛。点个得多么辛苦，肚子里长大长了肉长了肉点。总能领老早早点，带活了能水火站嘛，能水火站没了跑家了老家家从几头大了，都没见下家干嘛这总能领老这个多少总你不得多数没点嘛。能力早，能力老，这样还是要留住长的老母。这要到了人，留过的人，人不过了人，要不了钱，下过的钱到。这里老这个还靠了你钱到，那个还靠不钱，下过的钱到。这就叫了人居家嘛，这就叫上家从人老家。做木匠我，这个做木弄啊好的，这边我弄啊这么的，这个做木咱们给做我，做了我给他树林。